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。今日话题：勇气。勇气是每一位干员必须有的品质，不然你凭什么成为三角洲高手？你不想猛攻，只想跑刀，那你只配在大坝当阴暗的老鼠。你不去航天，你体会不到在绝密航天开一枪，3分钟之内整个地图的人都来围剿你的感觉。你不去巴别塔，你不知道，当你在巴别塔顶打掉2队，看着倒下的队友，而你的武器在打光最后一组金弹后，身边满是刺耳的脚步和子弹，划破空气的嘶吼声。此时绝望的你从未退缩，哪怕是拼上刺刀也要战至最后一刻。你不应该缩在角落里苟且偷生，你应该去撕开对手那坚不可摧的牢笼，哪怕是弹尽粮绝，哪怕只剩1粒止痛药，你也要冲上去跟对方爆了。航天基地没有懦夫，巴别塔不相信眼泪。去吧，干员，拿出你的勇气。天空不属于哈福克，属于现在做出决定的你。